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，明年1月咱特别选总统，头一届投票的少年族群，嘛是候选人争取支持的重点。也毋过有统计显示讲，高雄市这届头一届投票的人数比顶一届减少伫要19000外人，这有可能是因为少子化的影响。 有投票权的民众当下家己心目中的人选，明年1月就是政府总统甲立委大选。高雄市政府统计，明年总统大选全市总投票人数超过230万1000外人，甲顶一届比起来差无到2000人。毋过首投族的部分数有明显的落差，今年度秋高首投族的人口数，甲顶一届比起来，人数减少将近19000人。分析来看，应该跟少子化的现象是有关。首投组来看的话，台系的话，这三民是少到2500多嘛，然后接下来是凤山少了2300，那男子的话大概少了1500。市府表示，符合总统首投族的公民，爱民国93年1月13号进前出世，年满20岁，而且住伫台湾超过6个月以上的民众，而且无行使过选举权。这两届总统大选首投族人口变化的原因，有可能是少子化影响。 他们的政见可能会比较，或者政策会朝着，可能因为想要我们的选票会朝着我们的方向走，这样，所以就会觉得啊，可能自己的权益或者自己的声音会比较容易被听见。自己也没有特别会去关注，所以看到的面向其实就蛮单一的，感觉就不太一样。跟投就是只有里长啊、市长那种比起来的话，第一届要来竞总统人选，一部分首投族认为这届要选地方首长，甲基层民代有落差，会更加严谨来看待。不过嘛讲，对着目前伫台面上有意思要参选的人选，拢毋是真熟悉，爱透过观察，还有了解政见，才会当做出最后的决定。记者王丽婷、明昭宽各样报道。